主后2023年11月初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因为伊成就大事。圣经咱做来听读以赛亚书12章第1节到第6节。伫迄日，你话讲：上主，我感谢你。虽然你有对我发受气，毋过你的受气已经煞，你有甲我安慰。看，上帝是我的拯救，我靠伊，拢袂惊吓。上主是我的气力，我的诗歌，伊一直是我的拯救。恁会对拯救的井欢喜快乐像水。伫迄日，恁会讲：着称赞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着对万民宣扬伊的作为，着宣布伊的名应该受尊崇。着吟诗称赞上主，因为伊有奇妙的作为，着对全世界宣扬即个代志。恁锡安的子民啊，着欢呼大声唱歌，因为伫恁中间的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上伟大，因为伊成就大事。看，上帝是我的拯救，我靠伊，拢袂惊吓。上主是我的气力，我的诗歌，伊一直是我的拯救。先知所唱的歌是出埃及记15章的摩西之歌。先知刻意引用即首诗歌，拄好提醒以色列人第一遍受拯救，也是出埃及的经验。先知爱上帝的子民继续仰望上帝，因为过去成就大事，现今甲将来也要成就大事。将来的迄一日所要吟唱的诗歌，拄好是过去唱过的诗歌。关系以赛亚刻意引用摩西之歌，圣经学者布鲁格曼互咱一个提醒：先知知影愿望并毋是为着解决问题外加来的物件，相反的，伊是群体记忆中上根本的要素。即个群体的记忆起源自上帝所赏赐的应允。先知企图挖掘群体记忆的上根部意念，要互人正视对过去、现在直到将来的应允。先知的诗歌提醒人，上帝的应允是真实世界的起源甲动力。上帝的应允捌互混沌的大地有光亮，互不因的撒拉得到后代，互伫埃及受压迫的奴隶得到拯救。上帝的应允带来一个真实甲现今无共款的未来，所以咱也会当心存愿望，因为这应允是来自伫咱之外、伫咱之上，巧搁为咱设想的上帝。宗教解决者马丁路德捌讲：上帝的工，就是上帝为咱做；上帝的能力，就是上帝互咱通变强壮；上帝的智慧，就是上帝互咱聪明。上帝所做一切，拢是为咱。伊所要强调的，毋是奥秘，是伊甲咱的关系。即位发出应允的上帝，毋单单甲咱有关系，搁将愿望安置伫咱心内，互咱通甲伊连结。上帝用伊的应允吸引伊的子民做出愿望的决定，会当伫这愿望中坚定抵抗绝望、混沌、压迫、散车甲流氓。愿望拄伫宣告
咱是上帝立约的对象，是上帝的子民。可见，我们是出自对上帝的认捌，搁转来到立约百姓的身份。当上帝的子民对受领有新的体认，知影受领并毋是最终的命运，反倒是愿望再生之地。因伫受领之地，就会当唱出愿望的诗歌。这愿望要带出悔改，只要以色列社群回转归向全能信息的上帝，就要搁再转来到盟约中遵行上帝的旨意。落尾，愿望会带来悔改了后的圣洁，因为上帝捌讲，恁着归属我诚做圣，因为我上主是圣，有将恁对万族的中间分别出来，做我的子民。咱也通仰望这位立应允的上帝，因为伊要成就大事，甲所有属于伊的人带入全新的境界。默想，回想家己第一遍受上帝拯救的经验，对我的生命有啥物影响？回想家己第一遍受上帝拯救的经验，对我的生命有啥物影响？咱来祈祷，拯救我的上帝，感谢你一直成就大事，感谢你将愿望安置伫我的心内，互我一直追找你的应允甲拯救。上帝啊，你是一直行大代志的神，求你塑造我诚侪一直找求你的子民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